อุปยอุปเสกการที่สิเตจับหลักเลไปว่าที่ก้องสิเลจับโปโลบิเก่งปุ่นเสียงเก่งและในขุดอีที่โจพอสัตย์สีอีที่สิวสิเลจับโปโลบิคออันว่าอูเดียวเต้งเลไปก้องอบับมาหุสาดาเลี้ยวโซสิเลสิเตสีโปโลบิอีอุยลูกขวาอีโจอีที่โจมาหุสาดาสีเอก强一搞sampai一只人拍到转印度的國家一只人呢，特別你看伊是菩薩，伊無想講要做王要做啥物，安尼你看伊拍到別個國，一個命本伊無收拾，這個啦就是叫做菩薩的莊嚴。簡直是我第五個波羅蜜，第五個波羅蜜嗱10項，第五項就是講。正情前愛骨力，安尼人會記我頭一道佛講經，伊大隻咧，菩提樹長，菩提樹的腳，伊坐上甲伊彈着角昂了頭一道伊講經，這條經是叫不啲南無扎克巴瓦丹啊，這條經啊，伊是假講人就要對了這個不正道，馬路才會跳出苦海。所以這個不正道是真正對，真正要緊這個不正道。你看伊要離開這個世間的時，伊本就要講，伊本頭伊要最後尾到伊講啥物經，本是叫不正道的經。咱大啲 in between 啊，45年伊啲講的經啊，10句做一句夾起來是本是這不正道。所以 actually 啊，這個不正道的經是真正要緊對咱的佛教徒的人。咱就諗這不正道，你看頭一個是正見，是相信着；第二是正書，想要着；第三是正語，講話要着；第四正業，咱的 action， 咱的行動要着；第五是正命，看接要着；第六就是正情前愛骨力着；第七就是正念。愛有 mindfulness， 愛有這個正念觀着，第八是正定。人就是要跳出這個苦海，正着就要對這個八項。咱你看到人這個不正道，這個正情前啊，就是第六。但人這八項，伊是第六。咱嗰一個經啦，伊不大講啊，你若是對了這不正道，你一氣一簽。這邊伊有大啲這個37個道品，這個就是巴基納加。人啊，若是直做好的時啊，伊有這個37項直出現來一看。這個頭一個就是，這個我唔係講小節，我是講幾項互人聽。這個正情前啊，骨力心，我諗這個37項的道品啊，伊有了講了6、7道互你看，要緊這個正情前叫做骨力，到底這什麼巴達那就是講骨力的點聲，骨力，伊這邊37個道品，不但有講，這個骨力啊，伊顯就要看啥物啊？拼甲3擺，你看伊要成佛的時講啊，好我皮，好我肉打甲補，好我血。打甲補，互我皮閣有治，筋閣有治，骨閣有治，肉打血打，我本無要當下，我要吐死要折，拼甲3擺我成功，所以伊決定干呢。若是拼安尼了啊，真正濟人拼甲安尼樣了，佫 still 袂趁啊，會使來接受，講對這道路毋對，對3項毋對。你無定着我舊時來出事的時，我有5條件。你人若要知，啥物是5條件、3條件，我12個年了免我有聽。5條件就是正合故意要來出事做貪啊出事的時，伊要斷開的點聲，伊的思想上，伊無智慧，伊知講無貪無聖地，噗伊來出事做人，伊無講有一個 knowledge wisdom。
这是叫做挪条筋。但是就注意那是讲坐上个半死个未弹，就是因为原因，伊是来出是挪条筋。特别真正坐人是3条筋，安怎样？正是伊要来出事做人之事的时啊，伊要对开点啥？伊无贪，伊无钱，伊有地位。这地位就是啥物啊？伊相信因果。所以这个就是讲，伊来出是3条筋，安尼人若是拼安尼坐上，伊会赚。所以这个就是讲正情真，还没有数个人拼到半死未赚，就是因为伊有2条筋。第2项啊，这个他来点声，有个人讲，都拼到半死未赚了，这个真正坐北转的会上爱来讲，他那唔使去拼了，卖了，他那都觉得严谨就好。这个不大无讲，不大讲。那是这个人若是敢拼，了伊有了3条筋，伊会赚。今日我实实甲你讲，真正济人有赚。所以那是赚什么啊？赚讲伊交一个罗汉，后事无来出。这阎罗王伊讲 goodbye 了，这就是讲啊 ，present day nature 前时赚啊。真正济人爱讲啊，卖了啦，这个杀山啦买了啦，你唔使去拼啦，你凊彩做淡薄就好啦。他那是啲恶的点声，这句话唔通讲，这句话你讲了，大人讲，安尼要去拼咩？然后你胡师傅讲唔使拼，我这边甲你讲拼，真正济人有赚，就慢慢的大人有赚。这边我上面你写不有加减几个，我唔爱讲半项小济。第3项。有个人讲啊，安怎拼啊？正是我巴拉米，我这个菠萝蜜无够热，这个不唔通讲，因为咱唔知讲，咱故事有做无做，所以正是咱有做，贪啊咱来拼，不贪是大福气啊。所以这个诗的叫做情境啊，你看伊大地这边叫什么巴丹啊？一落来这30，你看这个有了这个骨力心。你直直拼，直直骨力，伊这个骨力心会变做啥物啊？伊哩巴达，咱咧同人讲是这个叫做金如意足，金面骨力如意足，如意足就是讲你骨力心所变有力了，伊会力较强了。了你若是讲直直拼，直直吐死啊，伊这个骨力心所变做金筋。这个五筋，伊这个真筋，佛教那是真筋有了，你踏实要出事，你踏实是骨力的人，骨力要直直做好的人。如果你直直拼，伊搞到这个 stage 讲，这个骨力心会变做 the five balance， 伊叫做筋，伊这叫做五力。但南这五力就是筋力，筋力伊这个 effort。伊个这个骨力心会强甲300有力，300有包啊！这个就是伊安尼坐了，伊就是讲要活了，要活了。伊个乃是甲吐死个拼，伊会搞个这个叫做7个道柄，7个布地粉的7无章噶。但咱这7项7无章噶，就是7个布地粉。第3个是叫正情境，伊是叫做布地粉的情境。That means 3个万你就要赚一个罗汉了。无像佛教的时啊，到甲咱的看站啊，一个人伊未困。你看这边有个人伫拼，个事安怎？这帮我坐禅啊，什么事我？再讲我坐禅啊，半暝起来未困了。特别这个人，你看，伊搞个这个看站，伊未困，特别上句未讲，我讲 hangover， 规上句听，我昨暝无够困，这边上句听，规点拍戏，伊未，伊上到有困了呢，特别你看4点钟、5点钟啊，伊个人精神马在，伊真正轻松，这个就是讲，伊有了这个骨力心，伊骨力心强了，伊叫做。7个布地粉的骨力心有了，了这个到有这骨力心，
要天空在怎么啊唱就咁。这个巴拉斯，伊那是这，伊那有了这个骨力是嘛不地粉诶。thank you， 真正天空就咁啊唱。这个切的不地粉诶，正情钱啊！伊爱拍到下面，伊爱拍到5行，伊爱拍到头一行贪。所以你看一个人，伊那是坐一直拼，伊无爱困了，佫袂要紧啊，贪心都无了。你看伊那是贪食的人啊，你帮来做唔干，10杯，啊，你虾米3杯？安尼3杯你叫我食袂爽啦，我无爱食啦，无了，虾米一份食，所以我也贪了。and then 你看，嗰个。过三家是咩？巴黎话就是讲无分大金了。叫你搞个安尼看站啊，这个人啊，伊若是坐甲你讲话，你若是坐甲伊讲话，你只讲话伊听，了你若无讲话点，伊就关了。虾米点声有一旁半个字，这个字伊本要坐了，这个就是讲伊无讲这个分大金去了。啊，未到这个看站，你看你坐上的是有人坐落去呢，头先分大金真正响，这个就是要挖了的是无这个物件了，而伊laziness无了，嗰一个木塔萨扎，伊这个啊，伊这个啊，像分啊。这个伊买做，迄个买做啊！伊无，伊渐渐要查，渐渐要摘，渐渐要查，渐渐要摘了。然后 ，wicked 伊 restlessness and mind， 伊心杂想，直少了。and 第5项 delusion， 伊无知直无。and then 伊 mind 无讲黑暗，咱的 mind 有时黑暗，而 mind 是咱的心有时黑暗。到底这边就是讲，伊直挖了，要挖着入团了，所以这个5项可以看到。伊若是知安尼哦，伊就是看咩就要拼。所以这边啊，今次我讲这条经就是，你人捌听了这条经，到底这12年我分捌，不是12年咧，31，就是要讲你看，伊真正骨力虾米，日暝点想。我今日做虾米好，平常人今日我做这个钓无，那个钓无，我生意无这个，安尼好似靠我这个拍算，我标钓，我标这个回标无钓，我这个一个number无钓，渐想这个爱物件，这个无日暝渐想 ，What have I done good？ 虾米好我今日做，所以直接骨力，这条你是讲啊。咱的菩萨佛教点声，真正古伊是一个王，这个王是咩啊？玛格德瓦，这玛格德瓦啊，伊是菩萨来了，咱你来出世做王啊！伊讲好伊加头毛的人听，你若是看到一条的白头毛，你就人互我知。佛教的是伊伫做这个王的是人的会受真咯8,000年。and then 你再搭知佢哋爸爸直接搭過，跟加頭毛加，都看有白頭毛，自己就看到一條白頭毛，你講昂喂，我看到你頭毛一條白，你講你扳好啊，就扳了一看就係隻手，這裡是咩啊？有時嘅經較淺嘅經是講念落昂嘅話難好啊了，念落昂出字好啊講啊，音聲教了，and then 有人啊。有當時個唔愛看這條黃人開這條皮，見咩格啦？任落昂嘅無好扛頭啦，見咩格啦？所以扳咩格啦？咁你攞扳咩格？第2條皮個來個煮，如果無走啊嘛，個煮，你安尼啲見咩格？任落昂講啊，一條無條咗，postman無半啦，2條無半啦，我綁幾百條，你按照你個無知條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王啊，一条呢伊要叫，要是扳着这个一条白头毛，伊讲好，伊讲佢哋爸爸听，我送你一个卜单，你出嚟每拜四是你嘅，and then 我出嘅，伊叫伊囝做王，and 伊还你嘅囝，你本就要对上个我呢，到你若是正是我嘅囝，你本要对我嘅奉祝，我教你，若是讲看到一个白头毛。你就看咩出嘅，去修行嘅吧，
and then 你就學咧，教頭毛人一個博間驚可以。and 一代過一代，伊漸漸教嘢啦，所以伊就這邊啊，就趁咗一白頭毛了，伊學嘢驚做王了，伊就入巴去借錢，入個3百，伊趁咗加那入定了，伊逐個死佢出事叫做世界天。and 伊個驚本是想安尼做，本是達你一個世界天，他哋個孫本是想，伊姐姐本是想一個，and 幾十個代，幾十代。一代，甲了起伊個家庭嘅，即個安尼又逐個直起，起了啊！伊大啲咱即個台灣前王嘅位啊，是真正久啊！伊叫做一個大劫啊，都食了，按一個大劫是安啊，袂曉算啊，真正久啊，幾百million嘅年，and then伊觀看，我大啲即個世界天。是正立團啊，無立團，嗰條嚟出事無？按伊只觀看，哎呀，嗰條嚟出事，到嚟嗰條嚟出事啊！伊講啊，我就要落到對世間講好我嘅家庭講啊，即個我要停了，即個物件唔使講就拼甲呢樣，即個就要慢慢，所以嗰條落嚟出事，就落嚟出事了嘅時呢，伊就。出事嗰時做王，人就嗰出事做王了啊！伊人就出事細漢嘅時，伊人就叫只搶人嚟看命，然後即係搶人講，即個人嚟出事啊！意思要嚟聽即個女人嘅家庭嘅風俗，像即個圓箍伊要像講冚起來了，所以伊人學伊名。Nemi 王 ，Nemi 就是講一個臉孔 ，actually 是叫虎。你人會記個故事，幾廿年前，逐隊人愛佚佗咧呼啦虎啊，查某們去佚佗啦虎，是虎來，所以伊學伊名是金虎，伊靠教了買了，所以來出事嘅時，伊掛斷佢哋講伊家庭嘅風俗，講逐人若是看到白頭毛就俾你，伊掛掉了。特別嚟出事嘅時，因為伊冇你只台灣台灣落嚟，大波士，攏種嘅菩薩啊，逐個真正對這波士真正對用，伊啲波士嘅時啊，伊逐個嚟出事啊，驚到伊去5間嘅即個叫做煮食房，逐日好只翹緊人食，東南西北嘅城，伊係一個城門一間嘅中鋪房煮互人食。and 到啲市場嘅檔一本做一個安尼樣 ，and then 逐日伊啲波士 ，and 伊逐日開到500,000塊，所以真正大量。特別人直做啊，有一波士伊嘅疑心會浮起來，所以伊本是就還未談得我，所以漸漸呢啲波士啊，伊自己想，到底我漸啲波士安尼，波士。講得較濟，還是講出大啲巴為在借錢做生，像借錢嘅人、修行嘅人，這個叫做 Holy Life， 來修行較功德較大，還是甲達波斯嘅功德較大？伊安尼想，我睇下逐日波斯，這個功德較大，還是講我嚟出家，要大啲巴來修行。就款嘅功德較大得咯，伊安尼啲觀念啊，天公大啲天頂，伊是落來咁大啲天頂落來，天公是啊，噗，再講伊啲有疑心，無明白出嚟，所以天公落來，落來呢，往大啲往東嘅那邊暗呢，一房間收了，噗，即天公入來啲房間，你看咗，哎呀，後面。你是蝦米來？我伊講我是天公，我要互你知。有隻王講，到你是天公，你獨人，我這個疑心我真正未清楚。你講啊，我聽這兩項，到你一項較好。這邊天公就係講，人若是會漸漸修行，特別你人做在家人安怎修行？在家人嘅修行就是講漸漸受不慣在。你人受不慣在是正修行，無穿假西呢，攏總放喺甲，
特别我听讲，叫路人还未够一帮，30年过来就够啥？这个教育是我的，这个所在是我的，哈咪我叻过都无叻过，这边我做，这边我做，这边我做，你去这别位，我人背蹲，如果伫接触 company， 我咧无叻过，无修行，修行面先帮，人好你到了这位你大下我大，人叫你食你食，他唔通讲，这个了我的，这个我的咧，你做你唔通系，你买我买。哈咪路的背，我自己呢，帮你个了，人类这些类这个小不关ใจ是关键的不关ใจ，我看这边 skill， 较少年的是，较少年的人有捌听经，伊人较悬，我看有的老阿姆，所以你人唔通收起，规顿，白波白哈咪，你搞了唔对，我唔是嫌路人，我爱路人 ，let go。帮，这个是修行，所以在家人的修行是不关ใจ，不关ใจ了路，安尼样路直接帮，你是正修行的人，我自己无某无囝，你若是带孙来，我的孙有那修戒，有那祷告孙，本事唔对，有一个铁线伫北条路，安尼能够无够硬，所以听我天公讲互伊听下面。伊讲王的王，这修行有3号款的修行，一号款是叫做 third class， 一号款叫做 second class， 一号款叫做 first class。这个是我的路啦，我 explain 给人听，伊无讲 first class、second class， 我讲给人听，我的路是安尼样。third class 呢讲啊，伊若是修行好好，伊爱来出世，到底这个世间做王。所以人看那是修行好好啊！我看路人或者是修行得 class， 我想路人讲唔是得 class，first class。所以路人那是会做去得 class 来出世做王，特别冇用，人家咩说冇用啊？王本激心嘛！如果阿冇话讲 uneasy lies the head that wears the crown， 你低这个王无 actually 你头壳自己甲暗烦恼想甲只无。真一这行，所以third class是来出世做王。He is born a Shastya who lives holy life in the third degree, third class. He is a god if he is a middling degree, second class. 伊爱出世做王公。And second class 本就是关顶嘅 second class 加下顶嘅 second class， 下顶嘅 second class 爱出世做只地王公。有啲人嚟做较惯，地硬讲本激心，都去大啲球场嗰陣，嗰一個囡仔嚟嘅放掉落去，死鬼啊！睇命咗啊！and 我有整過我寫一個 moral conversation 人聽看，為得咗些啊，有一個較嘅硬講啊，睇命本無談，無阿咪通食，這是叫做 second class 嘅，那是較慣呢，就是天公呢，佢較慣呢，有冇聽？佢較慣呢是道士天，佢較慣呢法律天，佢較慣主宰天。所以這邊是 second class。First class 呢講啊，he attains perfect purity。你聽啊聽，這類修行夠日，力過夠日。First class 你是跳出靠海嘅人，所以我無希望講你人啊跳出靠海，我知前一次也未教過。所以second class 夠日了啊，未險了。Then after that， 天公局請好一個咱嘅王聽。佢實在講啊，這個修行是真樣好，特別修行是好，一定要有布施。因為蝦米事啊？假如無布施啊，你無這個福氣，有時要修行嘅時要修，啥要修戒要修行，撞來撞去無拄着貴人，拄着小人干了。有個人愛做好。掂無掂去聽着別行嘅，哦，這邊較好，這邊較好，這邊較好。and then 所教嘅咯，唔是佛嘅教示，睇下外面教示真正濟，用安尼會會出。我做咗安尼，我只為啲教，
老人借钱，一人袂使借钱，老人借钱，查甫甲查某借，袂使甲你某，你就要别你查某，你动我的手，我动你的手。你讲你人怎看有个人伫行？我本会晓讲，唔使讲啦，个人行，咱你查某来较少年，我望伊手者，我坐伊手者，安怎无个人？有个人。所以这个人唔着咯，不但无教呢，有物件，特别贪到人教，and then 我老咗，and 还没说爽哦，你我不要紧啊，这个半点我搞到襟灰就啊，这边就天公才讲啊，离开这个做好，无一个人贪来出事做人，离开这个做好 means keep away from doing good， 但是无来做好。保持受戒界限 ，that means 伊唔是人了。所以你看不到美國啊，即天公車河一個王，and then 你講搞嘅人修行本愛修行，保持本愛保持，and 這兩行啦，伊講正就是講啊，這個就是十分嘅完全。所以後得講了，噗，天公起天頂。就起天頂了，我是即係天頂人講，王嘅王，伊人叫天公做王，咱正叫天公，遐名是叫阿拉家馬哈拉家，你去到咯，我人吹都無啲，講我落去世間去教王，你咪王講話，and then 我只人講就聽到安尼，我咪即係你咪王是故事，我人嘅先生，你知無啊？我人驚住趁嚟出事做啲天頂。因為這個秘密王故事，我人是伊嘅朋友甲伊嘅親情，一暝伊人突襲叫我人做好，驚住我人趁嚟出事做紅光。然後王嘅王，我人愛看伊下無，and then 到這安尼，逐個紅光討講要看秘密王，and then 這天公才叫這個馬達里這個紅光去帶秘密王起來 ，and then 拄好佢自己是月關15暝。and then 即係世間嘅人去看天頂阿女一個將這個月安尼紅安尼水安尼圓，就無點咩人看到底天頂出咗兩粒嘅月，人看安怎見有兩粒嘅月，就得人看，and then 意思係咩？一粒月出來，一來一大拍，看到咩？一頂馬車 ，and 這個馬甲這個紅光 ，and 這個紅光是叫馬達里。and 這個馬達里落來 ，and 這個馬車來個這個紅江嘅樓頂，伊個藤啊，高個藤啊一停了，這個馬達里講，馬哈拉家，天頂紅光叫你，了天公叫我來載你去 ，and then 這邊休息個人 ，and then 伊接帶起個馬車一去。就去到嘅時，坐啲馬車嘅時，馬達里梅蘭昂嘅昂，要去天頂啊！你要看下面頭先，你要看天頂頭先，還是要看地極？然後這個昂嘅時候，到我若是要來啊，呢起來要去天頂，要隻昂講要看我淨係看靠頭先，所以講啊，我愛看地極頭先。and 這個馬達里就坐昂一馬車過這個地極 ，and 頭一行一看到。即看咗嚟看咩？愛狗，and 你咧vultures係咩啊？大啲你亂去看睇杜浪啊，搭過有隻鳥大隻嘅，像個飛機安尼大隻。伊人當落到就話叫做暹羅大哥 ，vultures 係專門食死人嘅物件。愛狗 vultures 規頓嘅鵝啊，看了真正刺激。加吃，你咧狗教你人吃，人即招嚟捅一地吧，人你人一直講，你講我哎喲馬達里我看了真正看了驚咯，我冇幾長咯，蝦米事安怎人哋安尼黐慘？馬達里就講，昂，這個了是蝦米啊？無驚天無驚地，袂曉見笑。累一累大上個牛車咧，唔是講無累，有特別 terrible minds，吹個真正毒
faltan 开嘴那是要伤人的。and 这个啊，一大堆这道路，一大堆这好的人，到这边有时有的人啊，有人来是来听经，还是有人来受戒，有的人佫讲啊，有人去笑啊，有人这nothing to do，渐渐去暗去下面，有人是伊叫做 religious 那样笑甲这个戒，无影无食的物件啊，这个伊人去讲，这伊人爱落去这边的。They hurt and harm。有当时有的查甫人无明白，查甫人爱来受戒，查甫人在伫厝不跳，这个就是安尼款的物件。有人互人听无用，你无要去受戒，你着要解欢喜，恭喜你会去做好。查甫人趁讲的，你莫互伊去，你去趁恶，安尼恶是安尼，把这人去听，你去做。所以这个是头前一看到，然后马达里才讲是安尼。第二项一过，一个一个一看到，第一个把几个特别讲未了，听你讲几个互你看。过一个一看到，哎呀，那人啊，香菇出火 ，blazing， 火个不要紧啊，倒伫涂骹，那规涂骹规片甲了是火炭，无倒落通去 ，and then。我不要紧啊，到日安尼样，我有只人去掂这一粒一粒的这个烧，甲了本是火来，噗噗去掂，伊个香菇本身伫出火，涂骹本出火，人去地面物件本伫出火。马达里哦，我看了啊，我真正惊，and then 昂喂昂，这个啊，伊人想讲个堪兴，迄个人。无做恶的人，好的人会晓保持，会晓受戒，会晓节贤。伊人专门啊我甲同人话讲，内土亲骨，愈安尼乖，愈安尼，你阿咩愈是咧戒安尼好咩？伊调子要激，愈调子要做愈，做甲愈听甜甜。这个就是讲，有的人无相信爱做安尼物件。这个就是查甫，both men and women。然后伊人条大伫涂骹，倒条香菇伫出火。这个是第二项一看。第三项 ，they lie struggling in the pit of burning charcoal。这个规窟，有人去看个人啊，归火有人看一窟，还是叫龙牙归火有人看，叫龙牙归火的迄个涂骹是短尔。这个规片，迄个规窟，甲了大片。大啲香槟啊，倒条像甲啲炒过皮粉那样 ，roaring， 伊这个火倒个不要紧啊，伊是会弹啊，像甲咧伊叫 roaring，the body start， 伊个咧像甲过鼻子炒甲乌了，香菇粉像甲乌像甲火炭，你讲啊，看了嘛惊甲安尼，哈密树。昂喂昂，这个啊，爱人的物件，叫人做傻事，逼查啦，逼人，互人正人的机会，伊讲是伊的机会，因为伊敢开钱，因为伊敢叫这无影无食的人来做傻事，因为人做傻事的人，甲伊喏的摊下啲受一个苦，安尼大伫这边。我咧人正是个机会，可以都按讲，唔是你的，所以害人苦，所以这个谈是这边，这第四。第二个，嗰啲人 blazing and flaming all one mass of fire， 大啲得嚟啊，大啲一个大木镜啊，一木镜那是我唔知，我家己捌去，我唔知唔捌去啦，我唔知。人要去看了对来讲啦，我唔知有捌看我唔知。但你讲一个大木镜啊，将兵去杀个不要紧啊，连伊水会热，火会喷起来。这里你无看到木镜，你看到一排火。但你有时风吹来吹去，你知讲是木镜，伊热个什么水喷起出火。你讲我看了，就扑来扑去，个有人个不要紧，个牙叉甲你嘟落去，你来扑下去啊！无够，我杀落去，但是杀分猪。伊这个就是讲呢，
这个伊讲啊，真正毒的人，所得过堪兴就是啥物啊？人啲修行的人，伊专门爱吹回笑，爱理爱骂爱讲，无影无只，伊讲，伊到底要办好咧回笑凄惨，这是第二项。第嗰一个看着。他那边掠只目镜，我讲不知多难做用安尼，阿莫管花古龙的花，上到咧水咧咩叫做咧飞机阿莫管安尼摕来转，那只掂落咧大顶大目镜去杀。后来我看到啲目镜唔要紧，即个啲外面咧用咧阿莫管去转，twist and turn 眼内，那只来掂落去的咧。哎呀，咱你看，别弯去看，甲只后边看苦了，你来转了挪下，你看，我想未到对了，咱的头壳，这人的头壳咧转起来，人分未到对了，乱七八的人分未。咱第六去看到啥物啊？叫这个 a river， 这个江，一边啊，一江边夹啊，特别当真正深。所以达人来要食水，看到水，达人吹大了，大啲地嘅高日久了，看到这个江嘅流，伊个江景浅啊，所以达人看到欢喜。特别一下呢是起高呢，要去食啦，看到伊个水正是火的出来，你这啥物啊？啉咧水啊，像个啲啉咧较惨过滚滚的水。So all blazing， 加落去啊，一 drop 出起来，连一香菇分出去。这个是哈密苏马达利啊，哎呀，这个人啊，做生意啊，要改会来参加正会，咱接来卖做正会。所以这个物件，啲卖这物件是老之最啊。像讲古时人爱卖脆米来敲甲好米，了再来卖。人来甲你买一斤2斤的米啊，是最来是敲惊人，人伫敲，如果一只敲惊人，你未食着好家人，阿咪说好家人诶 ，hello， 拿一包的米来 ，hello， 拿2包的米来，这个敲惊一夹杯一猪八一斤，所以你伫食拢总是这个，这边啦，伊人食就是讲，这个伊人。啉这个水啊，咩啊是真正苦。咱过去位看到啥物？哎呀，这个人啊，用咧让人讲啲人啲白牙咧签啦，还是讲咧福啦，啲吐草的啦，啲赌你拍，啲赌你拍，啲签。你知啦，啲赌传出来，才能够赌出来，上个啲赌咧牙掂落去赌。进去嘟进去，人哋好，人哋痒，喊你出来。伊讲这个啊，专门偷掠人的鸡，偷掠人的牛，偷掠人的羊，偷窃人的车，偷窃人的金器，偷窃人的金甲银。这个甲了是做贼爱偷窃，这个个是啥贼囝呢？所以是安尼啦，嘟进去像个牙那样。过就好啊！发生by the night， 掠着几百，阿莫管甲了拔，上甲了拔一百花 ，and then 几百个不要紧，再来剁一地 ，and 这里你看，他哋问下你看，甲了吹摇甲了，and 真正来咯，你剁来剁去，剁未死嘅地基嘅人先啊！第几人都唔使去讨甲天公讲，好我食长命，伊家就automatic长命诶。所以伫这边啊，虾米属于人来做虾米，安尼做虾米物件，大啲世间啊，无别行通食头路，去食这个太牛、太羊、太鸡，一名伊诶泪是血诶泪个了，伊太甲300关系一点诶。感动就心本无了，来到上个牙咧，生落去，来一个生落去，你看，逐个你人看牛就好啦，
要入去牛了啊，伊人味着了咋？你看你行，伊个摇尾行，特别要弯呢，你看伊目睭大蕊，安尼你拖呢，目又流了。你人看，真正可怜讲来咯，都本是想，都使出事是虾米啊？对牛市，安尼你知无故事啊？我故事大高烟，半支抽太杜浪，达过4点太杜，安尼你看啦，有时故事我细细汉，我12岁我就坐线，4点尔你听咧拄啊，呱呱呱。有诶拄啊，迄啲杜人啊，未教呢，大啲响边啊，伊嚷了，好了。有诶啊，牛齿车啊，大啲响边了，一等教了，伊个啲困，啲困话，我那是牛齿真啊济，特别无牛齿啊，你看越好越嚷。and then 故事安怎样？我听人讲啊，有诶个安怎态度啊，伊个要做甲可以安怎样？伊牙刷倒伫卡窗入去啊，一只来倒伫落去。哎呀，有时人做呢，有个人讲虾米事唔知，你看佢今日再来，伊要抬拄诶是安怎做？伊牙刷拍规只拄拍甲伊规只拄规身躯，想讲结血了。and then 伊把你只抬 ，and then 伊血入去一把，伊讲一把另外好食，好食。好食，地个较大较久淡薄。一个人若是讲伊家己饲的，伊家己饲的禽兽咧，伊要拿来抬。actually 一条经文有讲啊，5个点声一做恶。像我饲，若是讲一个人饲一只猫啦 ，and then 不一日伊想要，因为讲无正少，伊会惊。做满月了，伊要抬鸟要来请人，不得讲伊拍算要来抬这只鸟伊饲的。actually 啊，5道伊做恶，头一道伊讲啊 ，go and fetch that living being， 去掠个鸟来，安尼出个口业去掠个鸟来，一道伊做恶了。这个就做这个挖出去啊，这个鸟想讲 death certificate 来了，头一道，第二道 ，when that being experiences pain and grief on being led， 有时伊拖嗰个物件来，and 嗰个鸟有两只囝，and 你看有当时啊，你知你拖个鸟母来嘅时啊，你鸟母等咩咩，了个囝两个无趁啊咩咩。还没话来，惊喂！我这回去了是无对啦。妈妈，你唔能去啦，没啦，我就去啦。你看我本叫了啦，山来了啦。那是要听这物件，哎呀，安怎我饲的物件我掠来抬？这第二道啊，一直拖，了咧禽兽啊，我咧禽兽啊，啲靠。伊好咧禽兽靠，第二道伊做恶了，第三道伊出话，都拢抬起只鸟好啊，啊，叮当出了3道了，第4道 ，when that being experience pain and grief when he's been cut， 哎呀哎呀，第4道的靠，做了未走了，第5道伊摕一个鸟吧。伊过来报喜数万诺还是报喜回笑？哎呀，数万诺过来去食，真歹命咯！我若是看到你鸟在听，我唔通食咯。特别较济这边啊，伊人是买只太便猪吧，伊买2块1块，咱买一只鸡 supermarket 买，好咧不要紧，你不到有价，无听到，无看到，无签字到。无啥啦，所以你人看好啊，你人来开一只鸡，本有这个5个恶罪有了，你人想好看。有当时你要鸡本是上，第9人你看到咩？一个鹅啊 ，lick， 臭个 baby 啊 ，stinking foul and 溏
水百萬倍，達人多啲地嘅水百年無通食，愈搞甲險病啊，愈無食本未打閒了，險病愈摕來食了。我時時甲你講啊，若是講啊，主婦若是亂，米紅無米，蝦米本無了啊！古時你要迄角的即個米粉啊，生高了的，你本講摕來食啦。所以佛陀要的是阿爸本食你物件。我前幾捌大啲西龍灣有講一條經啊，囝本摕來食。因為人食的事無通食，這條心理，這條批評佛講啊，人的心啊，因為食未來無半項，囝本愛食。你看這條經，我故事捌大西人話講，阿爸大啲沙鋪，伊人炸的物件了了，翁某甲一個囝無通食了，袂行了 ，and then。兩個翁某才參詳，安怎做啊？你無食，你袂出這個山坡；你若是食，無半項通食。然後兩個翁某才會參詳，食囝啦，抬囝來食啦。抬囝來食，阿爸本小囝，阿媽本小囝，所以你看安怎樣？阿媽叫囝來，囝，阿爸叫你去，然。囝，阿爸，你叫我去做啥物？你講你叫我是問媽媽講你叫我，看你囝，唔敢抬，囝咧去找你阿媽，要叫阿媽抬，咁啊咯，囝到底叫你爸爸，這條經我講冇得講嘅，唔是我去想出來啊。and then 啊，起來，我無通食，我刷破。驚家己死，安尼起來袂動了，死了就，哈！這裡驚死就要好了啊，激死了啊，我煞笑啊，唔使，你話唔使睇，我唔使睇，趁我嚟食。這條經是冇得講，人是安尼。嗰一個啊，一看到阿咩啊，你叫教啊，人啲牙尾會耷落去啊。這個人來個袂要緊啊！伊叫你指個另外較長啦，揼啲嚟指拖落來啊！你人細看啦，搶咗一支刺啊、夫刺啊，你好，這個用就夠掉嚟指拖出來 ，and then 掉落去啊 ，and then 你換你下面啷種你，必都啷種來。actually 上個伊講啊，上個一尾虎。掂落土骹無水，跳噗噗噗噗，你人講係即真正聽嘅所在。蝦米啦？伊人做蝦米咯？即個伊人啊，即臭相，即做生意做蝦米，攏總即彎橋嘅路㗎了，用紙啲碰來碰去，講來講去，即個就是講啊，臭相變。所以伊聽見人用這個手段來貪食，伊這邊伊啲坎坷啲這個互人，嗰一個伊看到蝦米？哎呀，這查某安尼坐啊，彎翹安尼只骨彎蝦米 ，and then 然後赤頭毛去食蝦米 ，and then 規身甲了是血，像甲一個太肚囊還是太牛囊安尼哦。塗骹甲了攏總規身甲了是血 ，and then 上久呢上血啲出血啊呢。伊講即個規個查某甲了故事是亂來，趁食的淚無清氣，上個做歹安尼樣。伊人毋是講伊人趁食安尼咯，伊人有大部人過去亂做 ，and then 有的是因為坎坷過頭，伊人去亂做；有的因為欲火上，嗰是好業，過去亂做。這個就是愛去安尼所在。
咱看着过一个 ，Why do they see that person by the legs？ 人要掠人是掠好好，伊这掠人呢是夹落啲卡 ，and then cast head on， 掂落去点样骑，and 你骑当中夹了是火，你人要看你个你安尼款诶效应，你人去提上来暗，你看伊掠啲卡，掂落用头壳落去头先，这个是做虾米？这个就是讲有诶大波贪食，无着路。and 伊个恶是虾米啊？同人话讲食两味，所以这个就是堪兴嗰啲查某，咱贪安尼款嘅类，and 这边是落啲卡掂落去上嗰啲尖巴肚安尼样。咱你个看到过一个所在，这个所在会靠伊讲白晓讲 horrible to see，and 嗰啲乡顶啊。虾米款嘅恶分有啦，破条啦、野啦，虾米样分有啦，拢种咁样乱做嘅。这个就是讲啊，这个是大啲地世间嘅点声。伊讲伊是圣人，伊讲是好嘅人，伊是非常特别乱来。So， 爱落地基，请假西本会落地基，唔通想讲酷较紧啊！你去天顶本是紧哦，and then 你人若是平平啊，若是要落地基啊，若是请假西个做恶，伊落嘅地基较深嘅地基，了在嘅人，像个 inspector， 个会来做贼，别人若是做贼啊，是6月节顶年，即个若是 inspector 个做贼啊，唔是6月节6年。所以这边啊，伊开你看这个物件了，真你咪讲，哎呀 ，terrible 啊！伊讲惨唔少物件，所以他顶对起伊才去讲这个，落来伊带伊看天顶，哦哟，这个天顶，一个伊看着，这个天顶啊，5间嘅厝合起做一间，一个查某坐伫那边啲，人嗰啲热烘伊，你看伊厝甲了是金当当、金闪嘅厝。虾米物一追来，而且我看了我心肝真正清啦。伊讲一个查某，在啲世间是一个 slave， 一个查某干嘅呢。但是你看伊来出事天顶，跌倒落来就马达里才讲，人去倒落来到伊搏干，没了，嗰要行未行了，无位通大。这个查某讲，哎呀，你惊闹啥个？了你去困倒落，你无啥我孤立厝，凊彩在啲涂骹扫困。伊互人大呢，这个是保险，人无咯，人会惊。有时查某囡仔无位通去，你困伫街路，因了无讲五骹机，无五骹机的，伊个厝来到街路边，街路边啊，所以这个查某开互人大个厝，伊是抄查某干呢，你看翘到半死，哇！今日一大个厝，往伊这个天顶嘅5间就合做一间，那边甲了金当当，then 陷入啲热风互伊。所以这个你看到，嗰一间你看到咩？7间就是 a cluster。哎哟，我看了我真正水，汉怎虾米物件伊做？伊讲这个人啊，伊个好嘢名，索纳迪娜，大致这个世间啊。你有了7个回乡，你提前一起一个叫做阿达厝囝4卡机甲8卡机，这个较大个观察淡薄，安尼互人这个7个回乡，今日有7间嘅红公规列，伊一人，伊本有受8关债，所以我看到阿咩啊，真正这项伊看到。这个我若是要讲袂了，他那我讲几哪项互人听这个，所以看到一项，到尾来啊，伊讲啊，王的王，他那你所看到是叫做4大金刚的天顶，他那咱要去较悬的天顶，第2眼看到天光的天顶啊，伊讲伊个厝真正水，特别伊个工真正油的工，你看到，哎哟，安尼水，但你讲。这个就是他那咱要入这个门，叫做苏达玛街，我要入天光大，叫做道理钱。讲安尼水，
แล้ว一身的这红光诶 statue 做诶规个城外互人看，真正又真水。And then 伊这边就讲，这个了是对这搭咯，对这个波斯受戒 ，and 挂这个贪嗔痴，挂这贪嗔痴就是对这神。这个经我咪讲上济，讲了我本城路人了，把这路人上爱说我去去天顶，本是着了，我爱去，做好头先咧就来，安尼一点钟咧我咪讲上济，我后礼拜要去，安尼这个。我这个就是叫做今年我是讲淡仔考的头先，好诶啊，请了老暖，那老暖了本是谈要去了，所以路人斋直直做好，了后礼拜我个刷落第六条是金玉屯论诶菠萝蜜，所以到这边验证了，咱就回乡。一当妹呀的人好多，สุกิตังหอนตุญญาเตโย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tunya tayo idang me nyatinang hotu sukita hontunya tayo ita wakta chamhe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ta sabe buddh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i siddhya sadhu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k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เป็นกี่ร้องจงเป็นอัน